要养嘛吼，哎呦出一海吼，伊要剪甲看不会烂，看不会点跟皮看不会。放一了，皮没有掉。对，我刚才有偷学隔壁的那个涂胶黑，互相学习啊哈。但是因为抄袭的部分会被扣分呢。好，我来担。因为我们的战略是最后90秒再交给厨师，这样子火候才能抓得准啊，不好吃就厨师负责啦。压力好大，超嫩的，好好吃哦。开去赶紧，真的没有人要讲评，没有人要讲话，我们还在做节目。完全不自拱啊！哇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韓語手語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薯看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強。今日當飛戲呢，要來到我呀嘅花蓮嘅素菜。如果講正經嘅哦，其實我哎呀按多年中我見節目啊，來當年都會來花蓮2拜，真的非常喜歡這邊。難怪這麼黑。又講到重點。哎呀，不過真緊哦，兩片凍這樣哦，好山好水好黑。哦，我就可以了哦，我你可以來了，好好主持哦，好好主持。哎，那這來2次，你全攞到哪個地方啊？乜嘅？你都來哪些地方啊？我花蓮全台灣日頭夜都行高嘅啊。哎呦，那你一定來過壽豐了哦。當然路來過壽豐啊，壽豐日頭夜嘅米凍有名，壽豐米。哦，壽豐米。今年哈，說不定這個準備的食材咪要配米哦。冇錯，頭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推薦你來分享到嘅係你楊明文楊師傅。哇，楊師傅歡迎。哦，還有哦，我兄弟哦，又來咧，請我馮師傅。大家好，阿峰咧，大家好。打開來之前哦，還有像楊師傅、老七師傅等我來菜上嘅哈。今日多帶我煮天嘅食材係乜嘅東西咧？好，哇，回半條，是嗎？魚兒水中游。哎，然後做乜嘅東西咧？乜嘅？反正啊，看波阿用都會可以剪啊，可以拿呢一條東西去把剪，啊，你個鐵油啊，誒，呢種都放法咯。不過今日我煮天嘅料理是係鳳燒鵝。哇，紅燒魚嗬，你係喺台灣條嘛嗬？哎，台灣是不是就是俗稱的吳郭魚啊？是的，我以為台灣條讓它專門養殖過後加嘅用嘅肉質凍好哦。真經凍好。好，今日嘅鹹水炸呢非常的特別，我們又再修下線了。哎呦，嘴有上來哦！我決定這一集絕對不要再做成我愛紅娘的集數。我們要巧蓮智哥哥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先來分享到我馮翠爺、黑人力、賴正義、老賴雪。歡迎。爸爸，帶點乜嘢哦？好可愛哦。還有我哋咱嘴吼，今日吼，真係嘴好上40歲婷婷哦。嘿，掌聲歡迎溫世賢老溫柔孫。歡迎。哇，先來看一下，賴璇，你幾歲？12歲。12歲。哇，看你會做料理，你會講漢嗎？我先問一下。你會講客家話嗎？一滴滴的。一滴滴的。那你會做菜嗎？真的？你會做什麼菜？高麗菜。高麗菜。璇啊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不知道。哎呦，你係綜藝女神哎。你要說漂亮姐姐啊，我們本集已經結束了吧？結束了嗎？還有要錄嗎？我還緊跟我問一下，認真的問題問一下，平常時候爸爸沒走在講哦，佑勳在家裡有這個幫忙做菜嗎？有。真的？那心也全部按這一塊是做菜哦。對啊，該不會也是料理天才？真的。最會做什麼菜？不要講高麗菜。乜嘅？我都是幫爸爸的，我都是幫爸爸的，所以沒有幫爸爸。對，小幫手。爸爸是料理天才的爸爸。哎呦，緊緊動力哦，你看程式已經做出來了。很緊張了，而且我們真的要厲害，這些小廚神就編成馬該了。好，賴爸爸還有賴雪有亮晒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來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天咯，有信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馬上我來進行兒童節目。沒有啊，第一關比賽開始嘍。木卡好明星，
每个家庭都有算是自家嘅好秘辛，用嘴的寒天嘅时间地度做出滋甜嘅菜色。算来是雅布卡嘅较上瘾，也是雅布卡嘅秘辛好呢。比赛会由两嘴嘅小嘴种先开始，准备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嘞！哇，好。焕然出看一家之儿童。好，那你想要挑战这一位叔叔，还是要挑战佑勋呢？买阿叔啊，我要挑战玛莎。哥哥吗？不是，也叔叔。啊，勋勋勋，勋哦，好。佑勋会玩黑白配吗？好，那你们俩玩黑白配，决胜不怕负啊。配哈。对，来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哦呦，璇璇让了哟！看璇璇的嘴角完全好厉裂开。害哟，好厉害哇！那你们现在看我们两个，那个叔叔跟姐姐对战一下，辈分好像有怪怪哦。帮我加油一下，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因为让阿婆加油一下。阿娘开可恶。好再说一次阿加油，婆加油。快 ！Yes， 好 OK。好，等一下那我。们玩海带拳给他好，们看冇问。题，冇问题，准备好了好来。好，剪刀山跳夫，好看我赢他好，哈。璇璇来转过来一点，好观众朋友都看到你的那个一些部位了。哦，好来，一夹家之主子住，等一下马上先开始。我啊，我赢啊！一家之主爱听，Q 口 Q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因为爱系声音了啊。好，哦，该你好。Q 了冇 Q 咯 Q 不 Q？ ？Q 了冇 Q 咯？ Q 不 Q？耶！给你分！呜呼！你看阿婆让你啦你，看，好啦好啦姐，姐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阿婆先开始。好，好，你觉得我是姐姐还是阿婆？姐姐，哎呦，加0.2。好，来，好谁来进先快场比赛先快喽？哥哥很不会切的，叔叔很不会切，对不对？哎，假使你真正想会讲哥哥没做对啊，跟我们还一样。不是就切过其实我没切过。啊？你没切过这个蒜蒜头？蒜头呀，哦，嗯，那我教你哈，切这个蒜没有什么困难的，就是切。有讲跟没讲穷饶。哎，如果吼你牛曼讲你这个系料理天才啊，系都学搞改世界没有的学料理是吗？在学校也有学料理。 六现在没有。八哦， 7 6 7 3 2 1，时间到，停，停。有哥哥的样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老太的脸。对，好，好，等一下吼，你们先把你哦，暂停1分钟，我暂停嘛。暂停啊。对对对，我们输了，拍谁？对，你们先暂停一下哈，我过去一下。哦，哎，坐在吗？璇璇，你觉得阿婆切牛阿板？婆你跟他说姐姐，姐姐，对，哦，我们今天是打乱不了他同命相连的，好像不是这样用。不是同舟共济同舟啦。共济的。好，按钮坐在嘛吼，嘿，做得，来先切葱嘿，吧用。纯嘿，用纯红做得。还有嘛该要做诶？囧嘛，用马要切薄片，薄薄的啊，薄片。嘿，该不是跑皮哈，皮不是那天的哈这个我，去加铁。片子，你看，好，爸爸都会做嘛该条路啊。那去家开公司，哎呦真劲哦太，屌了老板好嗯，嘿做嘛该生意嘞？花莲一个有名的潘淑丽都买呢，嘛该。马该客家的饭条啦，哇，我们的客家之光哎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嘟嘟好西见摸嘞。还没有做个客家的炒炊布啊，没亲有名真。的哎，你看，伊拉客家推向国际哎，嗯真的很推向国际厉害嘿，非常厉害。好好，，爸爸一起拿出来，爸爸一起。好，来，计时1分钟，这把刀抢回行始。对，哦，你要做嘛该？我爸爸。还没有热锅哦。没关系。撇步哦。你哎，还做嘛改？为什么要先这样做？这样煎鱼的时候皮比较不会掉。要不要再转一下？好，再弄一下。个鱼的皮吼，哈，对，亲人用啦。嗯迄讲安样吼，用个姜麻吼，安样出一海吼，伊要剪甲看唔会烂，看唔会跌，个皮才会好一了，好一了。就算系不粘锅，没做得安用做哦。嘿，做得，哈，嘿啊。 3 2走走走，进继续好继续。西get，走得走了哈。呀小心对，正宇爸爸，你只有一张摸耶吗？哎，我有2个女儿，两位宝贝，你很嘿幸福哎。哎，亲甜迄有样啦。今天有的。用3年无上迄双流腿吼，我迄行路用的，一边咧拿一张，
好所以身体有一点美，嗯某天身体做唔得，嗯那唔容易哦。哇，好幸福甜蜜的负担，对跟我爸爸疼我一样。真紧一样啊有两种爸爸今天动很多。真的好，对那你们继续哦，继续我们继续我们要过去加油了哈。好，等一下小赖看你哦。好，现在讲你两下儿做嘛该，还有继续哦。煎鱼啊要不要先热锅呢？哎，我们需不需要用这个用吗？先来沾一下。你怎么学人家？学人家的小撇步，金不用，该爸爸去讲哦，该用妈吼，先这样沾一下。你这样很没道德哎。对啊，这个是人家公小撇平的，步。哦，好了，我们再要量量。公平的竞争。对餐巾纸后，再吸那个鱼身上的水分，哦也不会。呀，餐巾纸美就是这个小心机在里面呢。煎哎，真给懂奶了。嗯鱼煎的好后，就可以嫁了。哎没有，我妈妈都按钮拿来动啊，真给。你不用看外皮哦，又熟，唔讲吼，地图摸清楚哦。对，所以你还否要注意哦。啊够谁？妹妹要随时帮忙哦。对啊，好随时注意加油我哦。嗯，再来放这个酱汁，会吗？爸爸，很好。耶，爸爸，你刚才在教妹妹什么？我在教好他温柔哦。煮菜安用的张飞后身，因他夹菜吼，偏向青葱料咩，向个青葱料也黄的啊，煎到煎到烂，一边都烂吼，一边都嫩，差不多要混熟噶吼，用那个做那个酱料哈，给它慢慢的哈，给它透汗，给它透味道进去里面。不过不卡吼，牙球啊，迄属黄的啦。哦，从细眼都睇天数属黄的、刺黄的。哇，但黄的好身吼，从细做台人都讲啊，看到黄的都几讲安样来做啦。真的哈。系啊，黑人吼已经款强啦，所以我准备到哦，你讲说不好吃，你可以切格子状，一格一格。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鱼这个字啦哈，所以我怕切开我会觉得很痛的感觉。哦，我看你会说。黑人吼已经款强啦，所以我准备到吹布咩，偏向高一点地方啦，嘿，一强吼。哎，你闻看看没有？伊个有丁香啦、橘皮啦，一条吼，然后个油吼比较好香。啊，伊还用啊油搁下去吼，哦，个黄的都一好食。这真的是秘密武器了，这真的很厉害。你看一看，无法拆解都带极度油麻的东西哦。系啊，很秘密不过爸爸，哦你走在老台家讲一下吼，你挑个料吼，该用地图我就不用买东西啊。中麻吼，辣椒的酸条水，啊调油差不多1/3，其他的拢旁拢水吼。啊，因为吼，那个黄的，我们讲红烧吼，要用那个吼，慢慢的不用黏咪都给熟，才会好食。哦。啊，用这你下是对咧冰下去了哦。哎，你要用翕的吼，哎跟肉，某边外面是酥的，里面是嫩的，啊，用这边好吃。那交给你们喽，好等下都转来哈。好，谢谢。要帮爸爸加油哦。熏熏，两下多嘛该到什么步骤我啦们？先翻面啦，对，煎另外一面。哦，好，刚刚翻面了哦。，所以一点边边有没有擦擦的？擦擦，有擦擦好看吗？？好看，有皮没有掉。对，哦，刚才有偷学隔壁的那个涂有浆，哦有听到，有听到。刚才它就被餐巾粘在那个上纸也是面。跟也比较不会黏水分，水分。互相学习啊哈。但是因为抄袭的部分会被扣分呢。好，我来担，你要担什么？我来担的担。好，你除了会讲客家话，会做菜，还有什么专长？会弹竖琴。弹竖琴。竖琴，哎呦，该数几条会痛哎，手指头好厉会痛哎。害哦。不会。其实你看他手指头就知道，他指甲都你给他没有留指甲。对都剪掉的。对你许动好款呢。学音乐的孩子，哎，不过爸爸怎么会让他学竖琴？哎，学校有竖琴的社团，对，哦然后是学校。他自己就对音乐有兴趣。对，哇以前有上过钢琴课。钢琴没不会，哇，还有才女，才女，加0.2，你喜欢是不是？没有，已经其实哦，珠翠哦，到任哦差不多，就很艺术的展现。等一下，水母哈，这个我看很多颜色，你用那个竖琴啊、钢琴的美感来摆盘一下，最后交给你，告不赢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因为竖琴那个手指头一定很巧啊，钢琴它一定很有那种音乐的美感，最后要交给你啊。
还是爸爸其实也很有美感。他比较厉害。好，等一下告诉你哦，拭目以待。好，哎你哇，秀记咧，好香哦。也不黏咪啦吼，哦，因为人家剥嘅唔係按用嘅咩，加廣告也平地嘅咩，平大嘅就要慢慢的不會黏咪。哇，这样妙妙就做了最好的小帮手哎。對，可是可能切可能有鬆嘛。哦，哇，差唔多嘅，而家差唔多，一都攏熟嘅吼，一都係慢熟，所以你要火一幫佢加強哈。好，要做到利用很標準的一個紅燒的一個步驟。一路燒到底。對，哦，就是慢慢燒对，燒到對收要快哦。其实我有个小小建议啊，是其实你们这样子切是也，你比方说不好切，你可以切格子状，一格一格。改刀把它。切開是嗎？對，可是這樣魚很可憐呢。不会，这样子比较快熟。对，大概1×1或是2×2公分，它就每个地方都会熟。因為我的名字裡面有魚這個字啦哈，所以我怕切開我會覺得很痛的感覺。哦，他唔會收哦。謝謝老師，謝謝老師。不不不，好，我們最後哈再撒上蔥，這道料理就完成了差哈。不多嘞。快了，因為它熟度快了哈。对，差不多了。好第二，片不会好累嘛？刚哎，才它刚过来了，差不多哦。哇，好香哦。又皮豆嘞，佢會唔會出來？就像你无下练习过嘅梅头，有像家里练习的味道吗？有吗？有爸爸的味道吗？有一样吗？其实是他阿婆的味道。阿婆的味道。哇，好有吗？会讲哦。他今天有来，我有闻到的感觉。有啊，这句话真的很令人感动。爸爸跟阿婆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哦，是什么味道？哇是什么味道？就是一样有鱼香味。哦，是鱼香味哦，对没有我以为是爸爸身体的味道，男子汉的汗，流汗的对汗汗味那个。糖起来吼，真紧像俩鸡火哦，是会滴吼。爸爸老阿婆真紧动甜舌吼，疼惜又寻。嗯，好，等一下吼，差不多该时间了，摆盘的动虫了，右群等一下就换你大换你摆显身手盘了哈。好，那你先帮我拿盘子。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好，这个来，試一下看有沒有我先帮这个拿掉。有有熟吗？快的凍的鍋，好，記得有熟。嗯。好，差不多有倒数了。 6、5、 7、 7、3、 6、 1、 時時間間到到。打水珠來吃色可那，對大家管地度那個 MC 靠後色嘞。那個蒙小五呢，後宮正經呢，非常家常菜，唔多你見唔見看得出來？哎，爸爸之間的 PK 賽，而且見唔見來藍隊跟紅隊，爸爸都懂不做菜，真紧动不哦，很厲害，真的。都在马赛喊好好些热凉的。吃吃看，马上我去看来吃吃看呐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哇，这个皮肤太18岁了吧？不是18岁，今天是11岁。啊，是。超嫩的，好好吃哦。你走在主头干，骨肉分离，但是又不会肉不会太老。來火青蔥料。再讲。我们现在难得品尝到，大家不想吃下一道你。要反正走在60，你要反正走在60分钟哈。啊，好，我来们现在吃蓝队的看看好不好？好，蓝队爸爸的也很厉害哦，也很厲害。哦。来，蘸酱。好好吃哦。但我他这个意思都没有要讲评，没有人要讲话，我们还在做节目完全不呢。是公啊！哎对，像我哎呦，那整片给我，拜托。评審，对，真的好好吃。所以今天最難的是評審了哈。用來都按後色。好，要来评分喽。要时间呢，先抢列勇士夫抢本分数。好，西子补呛分数。哎呦，好，不能让小朋友失望，先讲原因给大家知道。好，你片你盤肉地波有濕度的黃皮的香味。因为是妙妙在那边淋酱汁的。哇！还有我很惊艳，哦，那更像我董江讲了黄的毛熟，因为了毛没有改刀。好像我们主持人哦，然后快一去，就它是骨肉分离的，所以我也都很惊艳，这很惊艳。那更像讲了7分钟哦，我毛熟那样，就都毛哦。很棒很棒。盛宇哥挺厉害哦。好，还有西师傅敢讲嘞。我的想法两片走的都不错，只差到某个东西，记得你红烧，因为
晚下了，哦，挺晚下没那么入味，对，它没那么对，只是你们这边就是扫都差不多煎一面的时间，该寿司海扫，对伊也地步还有木头啊，你那边是差不多挺满下的，那边也是。我全冻喉血的哦。哎，全部都冻喉血。君，你不要难过。冻赞。妮妮呢，下一次做的时候早一点下 sauce 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冇問題，OK。待會還有最後一關的比賽哦，要加油哦。對，好不好？好，上下來就看一下祈師傅今日帶來乜嘅4個料理搞睇下咯。總鋪素滷菜，好，今日祈師傅帶來料理，我覺得最大挑戰你知道什麼嗎？時間。你要想辦法能夠虜獲2個小朋友的胃口。哦，他們說後生張黑後生嘍。是因為我的小孩只有男的啦，一個男的而已，所以其實就是會有那種。那你今天晚上加油，因為老婆不是有一起來嗎？哎呦，加油什麼部分？沒有，加油說我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？哦，對。做風燒海派南瓜盅。海派。海派就澎湃。哦。哎。來，先看一下2個食材。花枝。巴吉。扇貝。扇貝。蝦仁。海鹽。干貝。哦。掠係就是掠有冇南瓜類脆，哦，掠調油果、太白粉、平意粉、洋蔥。好，繼續開始。好了。膠帶差不多我有幾分鐘。也沒有切斷哦。哎，對哦，它只有切一邊而已。讓這樣不會散開。哇！那是要做什麼的？你看，萱萱跟妙妙看到目瞪口呆了。你有看到嗎？有啊。師傅，你這樣影響我們爸爸完美的形象。真的嗎？平常璇璇到璇璇哈，在家裡就哇，爸爸好厲害，結果今天原來還有更厲害的。哦，我懂。徐爸爸好厲害。我懂。嗯，好，安是好嘞。好厲害哦！小朋友們有什麼問題都得隨時卡數問哦，可以馬上提問哦。你們要學起來回去做給爸爸吃哦。你要讓人燜啊，講海拔是海鮮吼，會白掉那種的咯。哦，會痛風係嗎？會啊。哦，骨太高了。不要海鮮哦，用別的有沒有可能？可以放豬肉啊，豬肉。跟牛肉一個一號色咯。可以啊。世賢哥的豬肉。對啊。是。哦，對，可以世賢哥的豬肉台風哎。對。可以耶。世賢哥的。萱用你們家的豬肉，應該會很棒哦。好的啊，南瓜泥。這樣振宇哥就不會痛風了。對，是因為遺傳的魔法圖。哎，你們2個本來就有好朋友嗎？哎，本來就有術師。真的哦。按研到阿爸全法年都用啥聽聽咩？也是啦，也是真的。我覺得振宇哥很有趣，這種神奇哦，很有效果，感覺很像。冇來做主持節目吼，很可惜哈。沒啊，沒有啊，你不是我們同行的嗎？沒有講出來嘛。對啊。振宇哥，那個是年輕的時候了，年輕的時候。來講給大家嚇一下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們很多前輩在。哦。但是我們真的是科班的啦，哎呀。馬該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是世新大學第1屆嘛，那我們那時候有很多的好朋友都還在電視圈。哦。第1屆。對，第1屆，學院的第1屆。天哪，元老哎。你可以說元，不用講老。要為爸爸吃之前講一句話。真的好感動。講一句話哈。爸爸吃。哇。我喜歡對他。倆死黑哦，俺就一家之主，真緊想要看到該發。你看現在楊師傅都要哭了。真緊。元老哎。你可以說元，不用講老。按演哦。從你一毛花枝同學咧，是冰的哦。冰的來。不然那個泡沫要弄掉，是不是？就是燙，用燙的，用燙熟哈，像倆油啊，蝦講未燙好了，用下來。那個先燙過。要睇蘇眉毛好色啦。這個干貝客家話大家知道叫什麼嗎？你慢講。廣有廚。廣有廚。對。那翻成中文。廣有廚，光瑤煮。光瑤哦。對。然後試看，用木頭用板。要不要讓小朋友試試看？好不好？來。璇璇、妙妙還有璇璇。你要吃哪個？蝦子還是干貝還是扇貝？哪一個？蝦子哈。七師傅都不好，老幾來個公貝啊，是這你係安用。
烫哦，烫。后心哦，后生，啊，你用这个，这个好不好？你要哪一个？哎，我们有在计时哦。真的有当爸爸不一样呢。哎，你要哪一个？哇，虾子，你也要虾子啊？好幸福哦。好什么？ OK 吗？哦，可以哦，好好。吃了。我其实我应该还有除了饼跟调油膏，还有放什么？你那个比例是怎么抓的？你讲体育够呀？对啊，酱油膏它没有比例，因为我开食谱开这了，我不喜欢开那个几比几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吃的东西会不一样，对。咸度都不一样哈。啊，我们勾个芡就可以了。好，好。所以看自己啦。对。不过我觉得这道菜算快，现在花了多少时间？哦呦， 4分半越来越呢，厉害。就几乎超越自己了。对啊。然后他利用南瓜原来的甜给它甜哈，不会讲黏啊，像瓜好生样，哦。有，而且它的那个样子也可以让它的热度烧在里面。那喺香港食过一套吼，第几度标的迄排骨，用小出来排骨，没好食。好嘞，好嘞啊！安家几多分钟？好5分15。太好了，太厉害了，安牛就后生了。做得是了。可以了，就当澎湃。顶个是听我动我选。妙妙璇璇，你们谁想吃？来举手，1、2、3，看谁比较快。1、2、3，都很快，都一样。好，但是呢，利亚管迪都要先来猜题目，那可以让玛莎猜对。漳州的是先来出题目。用扮演日本跟鱼见到唔会流皮。哦 ，A 浸过的米酒 ，B 刷上蛋液。先猜拳，我们就让刚才是2个妹妹比，现在换2个爸爸猜。哎，哦，来，爸爸来爸爸往中间加油。好，帕拉 Ken，好来，加油加油！剪石头布。哇！好好，A 还 B，我不可以说要答案选对哦，啊，自己选。选对上手再选真的，哦。爸爸不跟他讲吗？我们同一队的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先躺着哈，妹妹。 A 吗？A 还是 B？ 最后一次 A。确定了？确定。他相信直觉。干嘛？其实你相信直觉就好了嘛。好，那到底要 A 还是 B？A 吗？好。换爸爸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好来。好，佢选 A，我就是做的选 B。恭喜答案是 B。 1明白，耶！有没有很后悔？你有没有看我的动作？用办嘞，让璇璇攻略哈，让璇璇攻略哈。用办呢，因为蛋液会吸收佢的鱼肉溢出来的水分，防止因为水分过多产生油爆的现象。拄到少的时阵会凝固蛋液，有如一层保护膜，强壮哦，含会解鱼皮粘锅烂脱。哦，答案太多了。哎，答案是 B 哈，OK。恭喜璇璇。耶，璇璇做的是嘞，你要动好选呢哦。哦，南瓜呢？哦，我帮你看看有没有熟。哎，有熟。好，哎，因为问璇璇，璇璇，你愿意跟妙妙分享吗？他在看眼神，看不是要够溜一下。看他要不要吃。哦，很尊重别人哦。好，好 ，Thank you。这个都是你的。哎呦，停，爸爸没有学啦。唔怕，你吃这这个。你是最好诶，欢喜一点，他还是还会白掉虾子。等一下哦，什么了哈？是有熟吗？有哈，有哈。吃吗？来，整盘来端给爸爸。这盘，先喂爸爸一口。喂哈，来，我帮你拿，喂爸爸吃。来，爸爸过来。这边。好，喂爸爸吃。好，要喂爸爸吃之前讲一句话。真的好感动。讲一句话哈。爸爸吃。哇！你喜欢对他。俩死黑哦，俺就一家之主景定雄的款都该发。你看现在杨师傅都要哭了。景定，你大家都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他很喜欢琼安的，大家都天司机前面做带点生意，用他来做料理。不过等一下最尾米一关最紧张诶，俺就会加油嘞。对，我们等一下来加油哦！进行第3关嘅比赛喽。我是太祖婆，用最运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愛做嘅菜色。
伫先前唔伫尾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敢會因為太緊張誒，撒亂噴噴毛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等下就關哦，我這個咱隨外加入了哦。對，最關咪一關了，我們要先來看看到底農場地圖空地乜嘅色彩咧？好，打開落去本大家看一下。哇！這個我的最愛耶！馬蓋。黃金漢。黃金漢哦，哎，兩個多數逢亞豆比嘅正經都有名，啊，上擺做節目嘅時間，就會到亞豆比嘅水質裡面有拉槍，而且呢，兩個水質下邊嘅沙質裡都有當到嘅礦物質。故說呢，兩個哦，這個還不是最金黃的，也有含它整個表面就跟黃金一樣。哎呦，對，男生你要多吃一點。哎呦，我已經很強了。哦，好啦好啦，這個好上加好。今年吼做啲寵物嘅料理咧。哦，今尾我做嘅係即係它漢嘅翕飯，翕飯會有點像燉飯一樣。真的哦，哇，總算可以吃到壽豐米了。哎，有兩種誒西式的那個燉飯。點樣用嚟做咧？漢嘅都會拿啲鐵油，還有啲辛香料、蔥薑蒜料條。最主要吼，我有七成菜，去炒都好食咧。加啲飯去翕，你啊翕飯嘅時，我切切嘅冰水去來翕，差唔多會好嘅，會有一個起司片，你當來冰下去。好，要把那個殼。今年還有乜嘅題目咧？漢嘅做乜雞無適合拿芹菜向下食 ，A 係營養流失 ，B 第位引起第肚臍無爽快。哦，你看看經濟目的。先猜拳好不好？來，妙妙跟珣珣來往前這一步。高一點嘛吼，高一點。剪刀石頭布哦。剪刀石頭布。哦喲，強龍。剪刀石頭布。哎，你係。好，張磊一擺吼。剪刀石頭布。就嘞，還得有張嘞。 A I B， 沒關係。你要下關珣珣還是 B 呢？珣珣。 B 哦，你幾間啊？好，那妙妙就 A 咯吼。為本肚臍唔爽快吼，答案係。你的答案係 A。啊？真的？對。怎麼解咧？為什麼？說明吼，漢的拿在芹菜向下食，在漢的肉裡邊維生素 B1，因為分解酶會被破壞掉，所以它營養加切會較無。故所無建議，他用這東西向下去煮食，向下食。哦，所以呢，漢的老的芹菜向下煮會發營養會較無哦。這個要記起來哦，我們大人要學起來。好，可是今天不好意思啦，我們有廚師幫我90秒。我們可以有90秒，請廚師代碼。廚師幫我。是料理天才。 好，沒關係，你水就來進行比賽嘍。這一棒先給姐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第一棒是姐姐，稍等一下，我這個留給你切。第三件做天哦，第三件做哈，這個你會切嘛？好，三件嘛先動。切薄片嗎？切薄片嗎？薑先來。不是，我的香菇。用馬兒先來。用馬先煸。香菇呢？香菇後面都切片，你可以照順序來。哦，我是薄片嗎？ 對，都全部後面的東西都是切薄好，那這個也可以給妙妙切，我先。你說薑嗎？有馬，我先切薄片嘛，哈。我要切油麻嘞，對不對？油，好，等一下。那無麻油吼，你煸得油麻。用無麻油。不要去去皮，不要去皮。上火燥熱。好，又學到了哈。按鈕啦。薑麻老酸頭薑下煸嗎？薑麻先來。 好了，有香，煸後就換酸頭嘛，哈。然後要把東西全部切。那我就等一下就。好，我掉了。好，你先過去，另外一邊哈。妙妙先準備好。佢要食嘅就撩。嘿，你挺緊張嘅哈，根本沒強下做，挺緊張嘅。你好認真哦，可以做爸爸啦。因為你一下嗌得我加油啊。哦。 你都認真呀！做爸爸你第一名，真的。漢的地杯夾吼，還有30秒哦。買翕的飯，馬介，要地杯夾留得，都係翕的飯，要剝條有這種。
哦，等他，因为我们的战略是最后90秒再交给厨师，宝贝加油！这有烫吗？但怎么知道最后这样子火候才能抓得准啊，不好吃就厨师负责啦。压力好重。聪明。我试一次哈，直接上嚟加嗎？啱啱係啊。你立马个系班米么？好吃啊！一万拉了你。系班米？腳姜嗎？有这个麻油嗬。全府吗？一般都差不多。一般。向街的哈。 9、8、差不多的哈。 6、5、哦， 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好，第二模馬上。马上我妹系妹啊。第二个是谁？好，爸爸。哦，洋葱，葱头面还要切慢嘛哈。切片了，黑不会东西全部切片的。 cheese 最后放。该选我有没有同台？你們可以廚師幫幫我，沒關係。哦對，哎，厨师帮我没你們准备哦。都切，因為切廚師也是切很快。哎，哦厨好师要不要？要不要对要嗎？好啦要嗎？沒有，我只是建議你們哦，看你們。對，你们自己决定。你們自己決定。好，来講一下，厨师帮我。剩10秒，繼續開始。先開火哈，好，再给它大火一点，你睇睇兩妹。再一点。哦，两度一不差啦，两度好的哈，要两慢动作。 10秒哦，好，夾。7、我给6、它挑面哈， 5、然后后面这全部都切片。 3、对，然后就下去炒软了以后，时间然后加点米酒，加点糖，到，哦，就是3杯的那个。加点米酒，加点糖。对 OK，然后饭再下去炒。可以吗然后那个有点担心水慢慢地對，加我也其實蠻擔心你們的。對， OK，可以了嗎？好，现在接着下去的话这个才下，去麻烦请事前爸爸，这个锅子还有热，你要注意好。注意对，我先帮你关最小火了，好，哎那我们要接加油加油下去了。都有交代清楚哈。有哈，有还有問題嗎切？片切片。好，旭你旭记得帮爸爸加油啊，加油。加油！你還對我先走了旭哦。旭帮忙爸爸看一下这个锅子会不会烧焦。帮我拌一拌。提醒要他叫他對，要播，這個要对播。，我优待一下好了，叫他先播好。好好，好，再来，該問圖做的哈。走的。因为我们的战略是最后90秒再交给厨師，所以一定要撑住来，伯谦，宝贝加油！这有烫吗？但怎么知道最后90秒？这样子火候才能抓得准啊，不好吃就厨師負責啦。压力好重。聰明。真的是做電視的。他們切嘛，該全部會切的哦。来再切然后切一个片切好一堆一堆，差不多這個量嗎？那邊都把它切進來。好，那邊的菇都香給它切菇進來。还有是有。呃，那個白菇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嗎？可以吗？手一定要小心哦。小心一點，小心哦對。慢慢沒關係，我們先關。生香菇，嘿，我优待一下哈，这好个直接这样子切，好，这样子这样优待一下。那样比较不会危险。走的哦，那看另外爸爸，一邊。你帮我顾着一下这个锅子。好好好哦好这样我就不用再负责擦药了哈。好，这两片都挑油、調酒，米酒、糖，米酒，啊湯。你都會行那個水誒？很多料地方。哎，你都有水嘞？那這水呢？这边这边哦含入这里哦，還有一點，還好還好。那个可以没关系可以，挑沒，關係，没可以的关。系，可以的，这个挑很棒。他等下第3棒再挑，等一对下。有爸爸先帮他炒好，爸因为许许没有对办法炒。好， 4、3， 2、一1，时间到。好晚熟晚熟換人好換人。转到最小火，對，然后许许给它该你弄平一点赶快。待会这家赶你预就后尾吗？接先下去，讓師傅，我們現在納開嗎？不是，你这都直接把它挑掉了。好，那這個是優待嗎？好，好。哦，幾多？幾多？哪怕有生你呢，当然要优待。哦，现在是换许群做哦，現在是優待時刻。因为你们的厨师帮帮我已经用菜嘞。嗯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只好先过去那边。饭可以进去，好，那个水慢慢加。好来，哎，爸爸先停了哈，等一下這個水哈，最後也可以放進去，好要試味道。好，終於遇到我的酒。最大的克星就是菇。菇，
你会怕是不是？生香菇也不行吗？不是从小到大就没有吃菇，以后就加挑油，加挑油。你说的都好，冒种好都在翻。这样够吗？可以。米酒，油通豆咧，通未會哦，通吼，伊豆通，米酒，我睇到，哎呀，这太香诶，米酒搁较多条诶，米酒够加一些。 3杯啊，三杯三杯哈，三杯没火会清烂没？父亲的你还得火会胎，火会烂，冇烂就冇好生没。那个是锅气，好锅的气哈，我感覺個調酒會上少啊，中间一点。条油个多较多条的哈。因為我上色啦，我们分梯次给它上一下哈，好，胡椒粉外嗎？胡椒粉外嗎？最后再来少一点好不好这？个水调味，水，来，不得汗，煎可以啦，这个水可以。对，可以的，对，这是有加分的效果。对，因为它有那个鮮味，鲜的味道。嘿啊鲜水搁较多条诶，用到这里有没有要使用厨师帮我？有吗？他們不用盤，现在饭要下去以后可以。就准备了，可以下了嘛那个哈。水哦，气的冰，莫要冰冻都会煮到它。水要慢慢的、慢慢的冰慢慢的、慢慢冰，翻做下去的。這一嚿循那邊了，好了，你要得了九來，九钙片，加一点水。哦，該盤吼，該水會慢慢加，慢慢加，好好再多一點，多一點。它的水吼分批加，好，然后不错哎，好了很香哦，很香。拿锅铲跟它拌均匀。拌均匀等一下是那个味道嘎，你石磨嘛，拿另外一只手对，对对，好棒，对，哇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水还可以再加。好，水可以再加一这它那些。类水，它那类水，来水，这个水不要浪费，这个这个是最香的，好，对对对，全部下吧，对，全部了，不下，可以可以，对，好，搅一搅，搅拌，好，气死。你们要加夫教粉吗？哦，夫教粉，气死片，对下去。好，撒，好，还要含就麻油哦，如果不够香可以加哦，好，我们要先过去哦。自己判断一下，要加香一点的话再放这个，麻油最后加油最后提点一下，许君很棒最末的提点不是哈，你要这个要放吗？气眼菜会下去。那上海不会强，莫按无太去的。好，好，好，赶快赶快！拿起来，噔噔噔噔。哇，这个水看起来已经快失败了。没有等一下，厨师，我講一下，講一下厨師幫幫嘛。厨師幫幫忙90秒90秒以息開始，哇，我都在緊張了。 90秒聽應到。該調成吼，你哋都會下去 hit 嘿 hit，我打在每時攏 hit 一批，我該屬於會調豆嗎？唔怕。 2張100斤。哦，讓它收汁。哦，不刚才黑咖汉的米东西嘛哈。嘿，拢嘛拢หั่好的。看得水嘛，OK，那就看还好。那乖張標，嘿呀，之前菜，我90秒那個哦。等下，好，那現在還忙咪咪哈。 30秒過了哦。啊，老型宅宅，我们一定有开玩笑，这就关键90秒。 20秒了哦。夾。那這樣來上去下來。看我当不会酒，要是捅会不用猛， 9、不是啊， 8、 8、摸七一下， 6、那現在還有時間，四過來翻。 3、2、用1。聽，夠不用掉。停，那 cheese 要搅散吗？它自己會融化，它哦，会慢慢可的是不能粘锅哦。所以全部要拌到。嗯，都在出貨啦，哦。差不多哎，下去的哦。好，那我那可能你該咧。來，阿妙，化妝鏡幫走哈我準備那個九層塔。調灶嘞，他們的水比較多哦。加點水呢？對不洗車餐咪下去嗎？洗車餐，來，試款了哈，試款。我試一次哈。但是群群拿锅铲的样子，等于對嘎丝哎吼。洗車餐會加嗎？啱啱係啊。你立馬個係班米嗎？好吃啊！ 1萬單你了，係班米，那片冇炒動，對，超好吃。君，你昨天另外一杯快餐串燙了哦可。以嫁了。该米饭软，但是又不会没有那个形状，好看就梅头嘟红。真的紧硬好，太棒了，群群。好，好了，我那起来咯。好来，六5、7、3、2、
日时间到。那随住此次看到列管地图，那家长系列太总谱嘞。好，这一关呢，一定要先给2个小厨师一个掌声鼓励。一样。自己能量哦。不是量下嘞，来吃吃看，主要是由小厨神版神的2出料理。来试看哦，来，什么？好好吃，不烫哦。很烫，要吹一下。喵喵觉得自己做的呢？还蛮好吃的。还蛮好吃。好，转豆腐哈吼，做的走步美美雪哦。好一样，我们现在来吃寻长厨的这一个哦。好，牛爸做的很好，怎样？该起称它给梅头又出来。喵喵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很好吃。很好吃是不是？现在有发现那个cheese的味道。哦，你有发现 cheese 的味道也有不同？对。好，等下行喺來評，你準備好嗎？好。好了哈，好，梁師傅將盤酥。哇！哎，拉回1分喽。你係爸爸嘅芝士傅搶半熟。哇！來，睇下楊師傅嘅貢品。那兩片哦，你看，我感覺這三杯那片顏色，哦，賣用看有這三杯的顏色，哦，那每絲哦，雖然講那片翻端的較急，較有翕度，我那片每絲會較厚，比較像的三杯的每絲。我芝士傅感覺咧，我嘅想法係基本係燜飯佢嘅該燜嘅飯要出來鹹面一啲啦，啊你會朋友啊鹹粒一啲啦，其實2片做得當吼，對，梅頭咪差唔多，佢嘅梅頭叫該起司會好衝啊，啊唔過我基本盤嘅分數係燜飯佢粒係燜下球，啊粒咪燜下粒啦，是該盤子啲咧。給不膩啊！雖然說呢比賽稍微有勝負，可是呢你們都是懂斬頭嘅小廚神，先本期給一個重賞。有要幫你愛的鼓勵嗎？好不好？1、2、3。好嘿！你是最棒的，讚！已經係爸爸啦。哎呀，那個父愛都出來啊！我見哦，最尾行係風吹哦，得到咧3分啊。唔錯，給不膩呢，你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鼓手呢風吹得到3000元的加菜機。恭喜！哇，俺哋吼，咱吹咪得到哦，東河蒜烤御用鍋3件組。哇！3件用下送半年哦，恭喜恭喜！請振宇爸爸啦，好老太家的分享呀，而且自己又是做媒體本業的，兩家人收節目也是另外有一番感受，這樣，而且又有沒有帶點自己的寶貝來參加節目，這樣。你客家人吼，一好嘅東西吼，可以俾佢流傳下來，真有意義啦吼。我感覺各位客家人一定充咗嘅客家精神，就係講阿爸妹嘅，要用代代相傳。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去喜歡我們的客家文化，生猛安之聲。謝謝。今天珣珣很開心哦，可以來參賽，有什麼要跟大家講的嗎？心得？讓我學到了很多。有學到什麼東西？就是學到要有耐性。耐性。然後輸了不要那個過度傷心。真的，恭喜夢怡啊！冇錯，其實你來到法典亞島畢業比賽，真係都難得，可以看到我們所有支持我們的朋友之外，師傅楊師傅也難得來到人哋節目當中嘅，真係非常感謝大家。謝謝。所以吼，假使你對主菜哦非常有信心，假使你對主菜哦非常有興趣，假使哦你咪像我們振宇哥上來傳承下客家嘅文化，假使你像世賢哥哦，大家掌上明珠強下，全走到嚟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本人睇起㗎，冇分人嘅年紀，不管你係做乜嘅條路用嘅關係，都做得本人睇起㗎，強下來的節目，一家之主就會等你哦。最背面，你要老所有嘅觀眾朋友講，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